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读到从我来到这，可能咱真少读到的圣经节伫士师记这个士师记其实足精彩。士师记内底拢总有记载12个士师大概咱所知影的士师有14个，12个记载伫士师记，另外2个记载伫撒母耳记上卷。伫即个士师记内底，即12个士师成做一个甲囡仔讲故事非常好的故事。今仔日咱也要通过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要搁一摆来透过士师来思考咱的信仰，咱是毋是共款会当亲像即个300壮士共款，会当行上帝所欢喜的。士师记伊所记载的是差不多是。伫以色列民族英雄的故事，即个民族英雄差不多迄个时间是约书亚之后，然后到伫扫罗带兵的头前，所以即段时间，约书亚伊所做的是啥物？伊是甲摩西做伙出埃及，行旷野，然后入迦南地。摩西无入迦南地，只有约书亚带百姓入去。入去了后，就有开始真侪征战的工作。迄阵家里都有讲到一个真出名的，就是讲将迄个上界歹征战的所在留互我，因为我要搁亲像当初时去探迦南的时勇壮，所以将迄上困难的留互我。然后对约书亚以后一直到伫迦南地，其实以色列百姓因的对敌，讲实在。无啥物减少，因有真侪人有非利士人其中有一个较特别的即个以波拉，即个是一个女的士师，一个是查某的12个士师内底有一个是女的，即个是女的士师。伊所拄着伊对付的，就是迦南地当地的人。这12个士师，因每一个人的所爱面对的敌人拢无共款，因的宗族因有12个支派，12个支派内底嘛毋是拢总对共一个即个士师嘛毋是拢总对即个12支派出来，所以毋是拢对共一个支派出来，所以有可能因伫因的工作，即个士师伊真特别，伊的工作所做的就是当以色列拄着战争的时，即个士师就出来。伊是军事的领袖，伊就带遮个以色列百姓伊无专用的兵伊无亲像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伊有专门做兵的兵丁，但是对伫以色列，伊就是所有的人拢是做兵的。平常时，逐个人拢去种菜，到有代志有歹人对敌来要来偷要来抢的时，就所有的人摕伊家私出去，逐个人拢出去相战。所以一直到现在的以色列，男女拢来做兵。现在以色列要做啥？伊无分男无分女，拢总来做兵。然后伊有可能就是你迄枪就放伫恁兜，所以咱常常会当伫网络看到一寡足奇怪的相片有迄个以色列的女兵穿着比基尼伫海边佚佗比基尼。亲像咧度假，但是身躯阁歹一支枪，原因就是安尼。所以因出来的情形非常特别，我想甲这可能加减有关系。士师平常是咧创啥？平常是咧做伊家己的工作，伊毋是一个专门的职，伊毋是王，伊毋是王。伊所做的可能平常时就是种田，但是若拄着厝边有人伫冤家的时，检菜就是遮的两边的人拢带去士师遐，来看要安怎调解，看要安怎来判，看要安怎来处理。但是若拄着以色列的境内或是境外有对敌来攻击的时，士师就要负责调这12个支派，然后人叫派出去相战。士师内底有一个人真有名，咱可能拢知影。有一个足有力的，头毛足长，袂使啉酒，厚酒、薄酒拢袂当啉，袂使加头毛的，迄个是啥人？参孙。参孙就是士师，伊就是士师。只不过，即个士师
小可不务正业，所以定定吼拢伫遐咧做迄有诶无诶代志，啊，然后即个参孙吼，即个士师，伊搁去爱着啥物人？爱着伊诶对敌菲利士人，伊去爱着对敌诶查某囡仔，所以即个士师吼，其实也真老，也真老。伫12个士师内底，有诶非常精彩，有诶士师一做40年，做上久诶做80年，一个士师做80年。有机会，咱回头过来介绍即个士师是安怎会当做到80。啊，若是咱今仔日要介绍的即个士师叫啥物名？基甸，敢是即个？绝对毋是。即个嘛是叫300壮士，但是即个是电影内底所演的斯巴达，对无？斯巴达的国王，伊的对敌是啥物人？波斯。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就是现在的伊朗。啊，所以即出电影当初是拍的时吼，拍了足出名，啊，真侪人爱看。但是基本上即出电影伫伊朗袂当上映，因为因感觉因拢甲波斯讲歹话。伊伫即个电影内底所演的，就是即个国王非常勇猛。啊，然后波斯迄边吼是足残忍的，啊足变态的，足袂当互人欢喜心善的，所以就是即个中间。但是今仔日咱所要讲的300壮士，绝对毋是即个嘛甲人做伙啊。咱所要讲的300壮士，真正是300个，伫咱今仔日圣经内底嘛有读到。即个士师叫做基甸，啊，即个基甸啊，台湾有一个基甸会。啊，基甸会是伊会分圣经，会分免费的圣经。伫过去真侪人拢还无家己的圣经的时代，基甸会真正做真好的工。正因为时代改变，所以服侍宣教的方式嘛拢会对咧改变。啊，即个基甸伊上界有名的，就是伫伊本来是一个，这是一个画家所画的啦，讲天使来找基甸啊。啊，甲伊讲讲迄落上帝要警调你，要呼调你啊！啊，即个基甸讲无啦，我足小可的，我毋是一个啥物伟大的人物。啊，你若要叫叫迄较老的。所以伫即个中间，天使全显现，叫伊摕饼甲肉放伫即个石头顶。即个是画家画啦吼，即个是天使，啊，即个是基甸，啊，全甲迄个饼甲肉放伫石头顶。然后即个天使全用迄个管啊吼，这是管啊，全甲记咧，啊，即个石盘全出火，全甲即个饼甲肉全烧去安尼，啊，然后天使就无去啊。啊，天使无去了吼，基甸全惊着讲哇，原来即个人是真诶哦，伊真正是上帝诶天使，上帝诶使者呢。啊，我看到上帝使者哦。我应该爱死啊！所以即个基甸足烦恼啦，足惊的啦。伊看到天使，就甲咱看到鬼差不多啦。所以心内足惊吓。结果上帝转甲基甸讲：你免惊，我要赏赐你平安。所以后来转赏赐伊一句话叫做“耶和华沙龙”即个所在，伊的意思是耶和华赐平安。甲基甸讲，你毋免惊，你今仔日面对面看见上帝使者，你毋免惊，你永远徛在，因为我要呼召你。上帝呼召基甸要创啥？甲基甸讲，你去拆掉巴力的祭坛。结果基甸去拆什么人的？迄个巴力的祭坛是什么人的？是基甸因老爸的。基甸因老爸的祭坛，因为迄当时就是。太侪人拢黑白拜，迦南对咧拜。啊，若是迦南伫遐拜巴力的祭坛，甲拜耶和华上帝的祭坛，有啥物款会无共款？咱敢有人会记住？我会记，我捌伫石盘端开时捌讲过，两个祭坛伫巴力的祭坛，伊是石头是刻过的。啊，若是耶和华上帝的祭坛呢，迄个石头是天然刻起来。袂使刻，
袂使经过人的手来捡。啊，即个中间，就是上帝甲伊讲，你去拆毁恁老爸的巴力的祭坛。结果，基甸真正全去甲因宗族内底巴力的祭坛，拢总甲拆去。啊，甲拆了以后，啊，全人生气，问讲，什么人做的？伊就讲，啊，就是基甸做的。所以后来有一个名叫做亚罗巴力，就是拆毁巴力祭坛的人，叫做亚罗巴力。我有一个新学院的学弟，伊是第一代的信徒，伊伫读新学院的时候，毋知安怎看，去互伊看到即节的经节。即个是士师记第5章、第6章的所在。伊看到即节的经节，结果伊全伫伊的宿舍，新学院的宿舍上3工，后来决定要转去因兜，将因兜红架桌顶的偶像拢总甲拆起来。我因兜的宗牌，迄个祖宗的牌吼，拢总甲拆起来，真正甲拆伊哦，啊拆伊了吼，全摕一包啊来找我，讲学长啊。我即个物件要给伊单掉，我现在讲的真正的故事，伊就是看到即个经节咯。我讲啊，这是啥物物件？好诶，拢有摕，啊摕这有诶无诶吼，一个布袋，啊全甲因兜红架桌顶遐拜拜诶物件吼，遐迄个红诶迄个火，拢总甲捡的，啊全布袋，全摕人讲学长，这物件款诶吼要单掉。我讲啊，这是啥货？伊讲吼，啊这着阮兜红架桌顶，红架桌顶知啦吼。迄个拜拜，迄个桌顶遐个物件，吼神坛啊，啊顶悬遐个像啊，全拢起来讲，啊我要甲摕单掉。我讲这是啥物人因兜的？伊讲，这阮爸因兜，这阮爸的厝的啊，伊全甲拢总变啦。啊，到我讲，这毋是安尼处理啦，这你爱摕倒啦，你若要拄偶像吼，嘛毋是安尼全一个全甲摕去。结果伊全甲迄地摕去等迄个男主客。男子啊吼，男主遐有一个男主客，全甲迄地神像全拢甲搭落客里，过因后爸真正找来啊！死囡仔，你甲咱兜的神主牌啊，拢总摕去倒，伊就是看到即节的经节。不管如何，有真侪时伫咱的生活顶悬，咱无注目伫咱应该注目的所在，当咱会目睭所看的物件开始在改变的时，咱内底的心思意念也开始改变。但是即个基甸伫即个中间，伊所做的就是互人感觉讲，哇，即个人非常有勇气，即个人非常有胆，所以后来上帝搁第二摆搁甲基甸讲，要叫伊做啥物，做一个啥物款的物件，要叫伊去修正。伊即摆要整的是米甸人。米甸人，但是要去修正进前，即个基甸伊共款，搁伫遐讲，上帝啊，上帝啊，我足小看，我无法度啊。啊，你若真正是要叫我去吼，啊无安尼啦，我遮有阳门啦，啊放伫露水，落迄落露天的下底。啊，即个阳门吼，若是有露水，但是阳门边仔的地是干的，我着相信你是上帝要护掉我，要警掉我，敢知影意思？阳门放伫外口，透早起来时，阳门是淡的，涂骹是焦的，安尼基甸就要相信。结果伊隔工透早起来，真正迄个阳门是淡的，涂骹是焦的。结果基甸甲讲啥？讲无啦，啊无安尼吼，你搁互我试一摆啊！你若即摆吼会当变过来，阳门是焦的，涂骹是淡的，安尼我就相信。上帝敢有照着伊所求的应证伫伊所看到的物件顶悬。但是问题是，伫咱的生活内底，咱可能嘛常常对上帝安尼讲：上帝啊，你若安怎安怎，我就安怎。但是咱如何去回应？当上帝真正照着咱所爱的，互咱看见，显现伫咱的面前。互咱看见伊的荣耀甲伊的大能的时，咱安怎回应上帝对咱所讲？即个基甸伫即个中间，伊真正全互上帝用，啊，所以伊做的是啥物？若是我吼，我甘愿
油问看要安怎淡拢不要紧，我嘛无要去战即个，嘛无要拍即个战争。上帝爱基甸去拍即个米甸人，米甸人拢总有偌济兵丁，拢总有偌济135000人，这记载伫士师记第8章第10节。米甸人拢总有135000人，啊，以色列人有偌济兵？32000人。头拄有讲着，以色列的兵拢总毋是专门的兵，拢是平常时咧种田，然后要烧钱的时候，拢总哭哭叫叫来。但是伊拢总有32000人，两个差偌济？其实嘛无介济啦，差不多差10万尔啦。哦，两边的兵哦，差不多差10万尔啦，啊差10万去过2000啦。然后伫即个中间，上帝既然讲，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章，军队里的人伤济啦。哦，你有32000人，要去拍135000人的兵，你迄32000人吼，伤过济啦。所以上好吼，会当叫伊转去。啊，若会惊的吼，先讲会惊的吼，拢总转去。所以等于偌济人？等于22000人转到1万。啊，1万要拍135000，安尼有好拍无？这绝对是包死的。但是无拍算，上帝佫讲，安尼人还佫是伤济。惊吼，恁遮济人去拍，恁会讲吼，是恁家己的手救恁，恁毋是上帝所救的。所以伫即个中间佫甲讲，我若指示你，什么人要去就去，什么人若毋免去就毋免去。所以伊全甲人分做2种，一种是用水拿水，哦，意思就是用嘴巴救水啦。但是伊重点是，伊是徛咧啉的。另外一边的人是跪咧啉水的。但是请问，咱若要去水边啊，要去啉水啊，你要安怎啉？若是我会跪落雨水起来啉。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章，甲咱讲，上帝无爱迄个跪落啉水的人做伙去烧钱，伊干那要留什么款的人？徛咧啉水的。伊有可能就是伫迄个啉水的过程，游员用手呼水起来，然后徛咧啉，伊的骹无动。伫迄个中间所要代表的是什么？所要代表的是会惊吓的上帝无爱。无警醒的上帝嘛无爱，伊干那要留迄个勇敢壮胆，佮有警醒家己所徛在的位置的细腻行的人，才有要互伊去烧钱。遮个人拢总几个？300个。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圣经所讲的即个300壮士，是对遮个人。即个300壮士有啥物款的特别？头拄仔讲着。第一个会惊的，上帝拢讲你先转去。但是问题来啊，啥啊遮个人会惊？毋是有上帝做你的君王吗？毋是上帝做你的军师吗？啥啊32000人一看讲会惊的，你会当转去，一走2万，啊走22000人转到1万。啥啊遐个人会惊？原来是安那咱会惊？是因为咱看世界较侪看上帝，所以咱会惊即个世界。今仔日咱用真侪物件、真侪想象，咱知影即个世界安怎行、安怎发生，所以咱嘛会去称看咱家己到底徛在伫啥物位置。但是今仔日当咱看世界较侪伫看上帝的时，咱的结果就是，咱会行即个世界。咱无因为入捌即个世界，所以互咱的心对上帝倚靠搁较好。第二款，就是因为当咱专心伫家己爽快的事顶悬，咱失去咱的方向。即个300个人啥哪会当遮尔特别？就是因为因伫因的生活顶悬时时警醒，因知影伫因生活顶悬袂使放松。因知影袂当去超找家己爽快的所在，所以因毋是跪咧啉水，反倒是伫啉水的过程，
犹原真细致因家己的所行所行。亲爱的兄弟，这检是嘛是咱的基督徒的生活嘛？咱基督徒生活，咱讲有上帝恩典赏赐保守，上帝伸手陪伴，甚至是亲像基甸，小属于一句话讲：耶和华沙龙，耶和华赏赐平安。但是当咱在享受上帝平安的时，咱是毋是犹原有警醒伫咱的生活，警醒伫咱所行，警醒伫咱所读，警醒伫咱的行为，或是警醒伫咱厝内教育、家庭对囡仔事世，咱要安怎来谈心？咱会当真被动讲，有啦，我一切好的拢是上帝赏赐，但是咱是毋是嘛有伫迄个中间，尽忠伫咱的职责，尽忠伫咱所应该爱持守的道理？伫咱的生活，有可能咱嘛真期待会当亲像300壮士共款，咱伫世间徛在的时，无惊即个世界，会当掠掉主伊伫咱生活顶悬爱咱行的路。问题是，咱所看的是啥？假使今仔日伫咱生活顶悬，咱看的拢是世间事，咱要安怎会当学会晓倚靠上帝？今仔日咱靠的是咱的材料、知识、财富，也是咱所有一切人的关系，就是咱靠的是独出伫上帝伊亲像要警掉基甸一样，伫咱的生命中间，也咧甲咱讲，你袂惊。咱所守的，伊阁是甚物货？咱是用咱生活顶悬感觉真好的道理咧守，还是咱咧守咱家己的本分？谨慎咱的目睭所看。即个图，你看到啥？我毋知影咱遮安尼看卖清楚无？即个图，毋知你看到啥？若是我会当看有较清楚的时，我会当看到亲像一个人趴伫涂骹，伊亲像拍到一支十字架，已经跋倒伫涂骹。但是即个人有时看起来，伊阁亲像一尾鱼仔，就伫遮，亲像一尾鱼仔。阁亲像是，基督是主的迄个记号，一尾鱼仔。然后伫即个所在，伊阁亲像伊后壁有一支十字架。看到无介清楚，总是敢若透两边的头尔。同时，我会感觉讲，这是毋是有一支十字架伫伊的背后？今仔日你看到啥？平平100度伫即个所在，有的人会看见着伊伫信仰顶悬，要安怎抬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上帝的道路。但是有时啊，嘛会看到背后即支亲像我的十字架，头前有耶稣替我咧拍。即个也亲像耶稣为着咱受苦，行伫各各他的道路，总是以两只跋倒，亲像我的人生共款。咱常常嘛伫咱所行的顶悬，行的路顶悬，行到会跋倒，因为咱的气力不够。亲爱的兄弟，假使100度是亲像咱的人生共款，你要用什么款的角度来看100度？当咱的心思意念是伫即个世界的时，咱有可能想讲世间的人啊，歹人歹袂行，所以歹甲跋跋倒。但是咱嘛有可能用另外一款的想法讲，假使耶稣会当行过各各他的道路，伊会替我拍我的十字架，甲我斗阵行。你看的是啥物？你若看到上帝通过主耶稣的救赎甲开力伫咱的生命中间，你着看100度，亲像是有毋茫。但是你若看到即个世间较济伫主耶稣，认为世间的苦难就亲像即个十字架，缀甲互咱爬袂起来时，那安尼，咱就会惊即个世界。
但是你所靠的是啥物？你是要靠一个人家己的气力来派这个十字架，还是亲像这个所在看到亲像有一只鱼，基督是主，成做我的气力的帮助。你所受的道义搁啥物货？这个十字架是你伫地面上会重担吗？或是这个十字架是成做咱人对上帝所领受的义上甲使命？假使这个十字架是咱对上帝所领受的义上甲使命，那安尼，我确信你的十字架绝对有上帝要通过主耶稣替咱来拍，因为这个义上甲使命是对伊的领受来。最后，我嘛确信，伫这幅图内底，互我所看见的就是人怎样伫软弱甲十字架苦难的下背后，怎样来荣耀上帝的名，是荣耀我的名。基甸，这个真特别的事实，伊后来继续故事继续讲落，伊靠着这300壮士，引起扫甲。这个号角啊、扫甲甲火把，就冲起啊，然后全冲入去135000人的军队的阵营内底，然后共破扫甲大声滚，迄个火安尼为赢。结果135000人全伫迄个半暝中间惊到，掠准偌济人冲来，结果因刀枪，因的刀枪撒起来，家己杀死家己。这个故事了后，基甸号做一个名当然，这个是冲落是大声话的。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是圣经内底一句足有名的话。所以后来阮伫主日学内底，甲阮家己的囡仔时，阮甲伊讲，当你的人生有遇到困难，你行袂过时，你的心对你家己讲，耶和华甲基甸的刀要甲我相共伫咧。当我愿意伫我人生所行的路站，来看见上帝的大能甲带领的时，是世间爱惊我，毋是我惊这个世界。但是当咱伫世间看世间较济伫上帝的时，咱要甲世间上相战，咱会惊这个世界。亲爱兄弟，你甲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啥物？是世界惊你，还是你惊世界？今仔日愿咱拢改换咱的角度，重新用新的态度来咱家己来讲，靠着迄加添我的气力的，我凡事拢会。这是上帝的能力，这是上帝的气力，这是上帝要搁一摆通过咱生活顶悬的经验，互咱看见上帝的名。只有上界重要的一点就是，咱来看上帝，较济看世界。亲爱的兄弟，你看上帝较济伫世界吗？不管你安怎看，愿咱做伙学习，看上帝较赢伫世界，互咱伫世界中间得胜有存。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通过阮今仔日所读伫士师记基甸的故事内底，你亲自警调无惊吓，警醒伫生活内底的300壮士，要用因做你的器皿，互以色列百姓重新得到拯救。主，阮也要恳求你，互阮嘛亲像300壮士同款。阮通仔细看你，互阮伫生活顶悬独独尊你最大，互阮伫生活顶悬警醒无煞，一直到有一日，你爱阮来面对阮家己的敌人甲战争的时，阮嘛共款要倚靠你来得胜。主，求你加添气力、勇气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
互阮伫所行的道路有你真侪阮的快乐，愿你施恩赐福伫阮每一人的身上，祈祷靠主的名祈，阿门。